大家好，今次想同大家介紹港島區黃竹坑一個新樓盤——港島南岸 Blue Coast。呢度大約有5200個單位，總共有14座大廈，每個單位嘅實用面積大約1267尺，設計係3房2廳。呢個設計風格走嘅係簡約輕車路線，主色調係明亮白色，仲搭配咗一啲高級材料，好似木紋、玻璃、石紋同埋玫瑰金鋼材。客飯廳係一個好重要嘅社交空間，我哋選用咗白色牆，再加上玫瑰金鋼條同木條，帶出低調奢華感。考慮到屋主需要展示心愛嘅擺設，飯廳設計咗收納櫃，搭配雲石紋同玫瑰金屬材質，打造出時尚嘅酒杯架同咖啡吧台，既實用又美觀。為咗令空間更加整齊，設計師喺飯廳同臥室之間增設咗一道暗門，仲可以有效隔音。休息或工作都可以享受到安靜嘅環境。主人房嘅裝修注重簡約輕奢感，整體色調用咗淺色系，搭配白色同木紋材質，令空間顯得明亮又開敞。設計師用高身大衣櫃做屏風，利用半通透隔斷，將房間分開成休息區同獨立衣帽間，做到功能獨立又視覺連通。房嘅設計以藍色為主題，牆面用咗藍色同白色搭配，藍色有助於放鬆心情，非常適合佢成長同學習。女兒房就用粉色加白色營造夢幻少女氛圍，長形書櫃同床頭櫃融合，唔單止令視覺整齊流暢，仲提供咗更多空間，方便佢學習同放生活用品。希望大家鍾意今次介紹嘅設計。想知更多 Base Design 最新資訊，記得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，follow Facebook 同 IG 啦。